咁其實咧，我想喺度講，如果既然而家禽流感嘅風險係咪正如政府所講嚟得咁嚴重呢？如果唔係嘅，政府係咪可以喺街市或者農場呢一部分咧重新檢討個飼養量？特是你又想公眾街市生存，又想公眾街市有得做，活雞咧其中係一個能夠吸引到市民嚟買嘢買餸嘅地方，所以咧，我認為政府喺呢方面咧重新考慮喺街市發牌呢度咧同埋飼養量呢度咧重新調整主席女士，最後我想講講咧其他議員嘅修訂意見。有關黃國興議員嘅修訂，我哋係支持嘅，而且我哋都非常認同佢嘅意見。如果政府決定唔見中央屠宰，而家所有活雞行業嘅發展咧係應該要有一個新嘅路向，為市民提供更優質嘅服務。所以政府有必要作出檢討，我認為可以考慮對本地農場啦同埋多方面咧，除咗研究之外咧，仲加強咧呢個衞生嗰方面嘅設施之外，仲要加強呢個供應，做好香港呢個自己嘅品牌。